主任牧师、陈文金牧师传达咱的信息是庆祝圣诞，主临世界，请咱恭敬来领受。咱所有兄弟，大家圣诞快乐！感谢上帝，互咱伫抬杠节4个礼拜的听候甲准备，照今仔日大家组织圣诞欢喜。咱拄则听见圣歌队用水的诗歌真光忍受，带领咱同齐做伙来学罗上帝。伫主前第8世纪，上帝已经准备圣诞。通过以赛亚先知的预言，安尼讲，有一个婴仔为着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要赏赐予咱，伊要来统治咱，伊要称作奇妙的导师，全能的上帝，永远的爸，和平的人君。伊的国永远和平，伊要继承大笔的王位，用公平正义做统治的基础，对他直到永远。上帝应允一定爱实现，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天使报好的消息，伫今咱所读新约路加福音第2章的所在，记载讲，你免惊，我报互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，是关系万百姓的，因为伫大必的城为恁生一个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地，困伫马槽的中间，迄个就是记号。当咱今日伫遮组织，要庆祝主的圣诞来到伫世间。咱应该有什么款的态度来庆祝圣诞？头一个就是用敬虔的心来庆祝圣诞。伫今咱所读的圣经的中间，咱看见耶稣基督上帝囝出世伫世间的时阵，伫伯利恒的野地，有各样的人暗时走间来固守羊群。上帝差派天使来报好消息，大声伫这各样的人的中间，互因知影耶稣基督已经降生，成作人出世伫人类的中间。这各样的人是专心牧养上帝羊群，特别为着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所准备的。当因知影有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阵，因就赶紧到伫伯利恒的所在来朝见耶稣基督。圣诞节就是爱咱学习这各样的人，因心存单纯、谦卑、敬虔的态度，要朝见耶稣基督。咱在圣诞节 Christmas 这个英文字是对2个英语来甲斗做伙，头一字就是 Christ 基督，甲 Mass 这字就是弥撒，也是礼拜。圣诞节绝对不是伫遐车花宴乐、饮酒舞会的时刻。圣诞节是咧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，所有人、上帝百姓爱聚集做伙，共同伫礼拜中间来纪念上帝拯救的恩典。上帝将上大上水的礼物赏赐予世间，就是耶稣基督。第二，咱会当对所看的圣经内底，知影圣诞节就是要领受平安的心来庆祝圣诞。当耶稣降生的时阵，天使报好的消息，
讲伫极悬的所在，阳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平安归伫伊所欢喜的人。换句来讲，耶稣基督的降生，要享受世间一个上大的祝福，就是平安。伫小学家来研究讲，今仔日的人上大的烦恼就是无平安，特别是政治人物做生意的人，上大的烦恼就是经济无好，所以因常常爱去算命、抽签卜卦，因为因对未来未当确定的经济日子，因心内有最最的不安甲烦恼。这政治人物烦恼选举的落选，做生意的人烦恼做事业未趁钱。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，要互台湾人领受真的平安，以后咱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家庭，咱徛起的社会有平安。伫约翰福音14章27节安尼写讲：我留互恁平安，我要将平安赏赐互恁。我所赏赐的平安，毋是世间人所赏赐的。恁的心无得忧愁，也无得惊吓。圣诞节就是要互咱伫礼拜的时阵，来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伫咱的心内，互咱平安，家庭、夫妻得到平安，咱的社会、国家通得到真的平安。第三项。圣诞是咱爱传扬福音，将这个救主圣诞的好消息传到伫各所在。当耶稣降生的时阵，各样的人毋那找到玛利亚、约瑟，甲倒伫马槽的圣婴耶稣基督。当伊看到这个代志的时阵，因就将这个事报扬到伫各所在。马太福音也记载，当的博士因对远远的所在看见启明星，就受引带来到伯利恒来朝拜耶稣。当伊倒转去的时阵，伊将这个欢喜的好消息来报扬伫各所在。根据传说，这各样的人，这博士后来因嘛领受洗礼，认真来报扬圣诞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咱伫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中间，咱会通看见两种的人，代表两种无同款社会的阶层。一种就是博士，现代中文译本甲翻译做星象家、星象家，是指这博士是咧讲起有学问、有名望，对自然科学有研究的人。各样的人也代表劳动的阶级、劳动的阶级。其实，伫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咧记载，伫地面上，无论你是什么款阶级的人，咱拢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伫庆祝圣诞节，是爱咱每一个上帝所听的百姓，正做天使，伫咱徛起的四周围来报扬这个大欢喜的好消息，因为这是关系万百姓的。感谢上帝，咱今仔日搁一摆领受圣诞的欢喜，也要举行今年第3摆的圣礼典。恭喜今仔日要领受洗礼兄弟姊妹，我相信这个洗礼绝对不是偶然，也不是出自一时的感动，是通过伫教会内底有小组、有团契、有诗班，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共同来关心、鼓励、陪伴、安慰这新朋友、无道友，互因欢喜决志，
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耶稣是主，要成做新创造的人。我相信，毋但是今日要领受洗礼的人，伫咱中间有新朋友无道友，我要甲恁讲，这是一个领受拯救好消息的时阵。真期待伫咱中间的兄弟姊妹，恁要要告别耶稣是主的时，这也是恁的好机会。我望上帝疼痛甲祝福，会当临在伫恁的中间。过一摆通过圣诞的欢喜甲祝福，临在伫咱每一个人的中间。三甲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一大荣光临在伫阮的中间。借着圣诞节，阮所有的人民聚集伫圣殿的中间来敬拜，因为圣诞就是阮过一摆用谦卑的心，要领受耶稣基督降生伫阮的中间。主阮感谢你，互阮伫过去的日子有机会领受这种好的福气，也要今仔日有侪兄弟姊妹要洗礼来告别信仰。主愿感谢你，愿这受恩的囝儿，愿要亲像天使来报扬欢喜拯救的好消息。特别伫阮的中间，也毋是基督徒的，牧师搁一摆邀请恁，伫这个时阵，也是恁搁一摆决志认识耶稣基督的时阵。互今年的圣诞成做你的祝福，互今年的圣诞成做基督徒报扬拯救福音的时刻。愿天父上帝赐福阮，祝福阮，将真的平安享受伫阮的中间。安尼祈祷感谢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来请用囝儿大汉，互因明白基督教的信仰，也欢喜过一摆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告别信仰。这位上帝，愿恳求你坚固因的心智，圣神充满因，祝福因，互因伫生命成长的过程内底，欢喜认真追求真理，也欢喜服侍伫主的教会。恳求这位上帝，你赐福因，保守因伫头前的路上，会当经验主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恩典。安尼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向后转这是咱教会这青少年是咱教会真要紧的调酒，因为伊要承接教会要紧的使命，所以需要继续伫上帝的真理、圣经的话来追求，互因会当领受上帝加倍的祝福。咱过一摆拍鼓来欢迎因。